省長福特同內閣成員今日下晝宣誓履新。聯邦向多倫多提供25億元融資建造出租房屋。6名青少年涉嫌打劫北約克珠寶店被捕。你好，歡迎收睇3月19號嘅《都市聚焦》，我係李立本。安省保守黨領袖杜格福特今日宣誓成為省長，正式展開佢第3個大多數政府任期。新內閣有28名廳長同埋8名副廳長，大部分人都係繼續省選前嘅職務，同以往2屆政府一樣，並冇華裔省議員被選入閣。I, Doug Ford, swear that I will duly and faithfully, and to the best of my skill and knowledge, execute the powers and trust posed in me as Premier and President of the Council and the Minister of Intergovernmental Affairs of the Province of Ontario, so help me God. 宣誓就職儀式安排喺安省博物館舉行。省長杜格福特首先宣誓成為第26任嘅省長，然後同省督一齊主持36名部長同副部長嘅宣誓儀式。新內閣一如外界所料，並冇重大人事變動，主要嘅廳長職位都係由舊人連任。瓊斯仍然係擔任副省長同埋衛生廳長，貝法森維繼續主管財政。